嘿，阿峰，你在创啊？哦无啊，我就是咧整理遮迄工程的粪扫啊。你来看吼，咱即摆担粪扫成本真悬哦，拢爱有即个专用的粪扫袋啊，才好做担粪扫。啊，你甲看，啊若遮全部要落做遮个袋啊。那有办法？有啦，有钱是总是拢有办法。啊，问题咱无必要加开这个钱，因为遮个物件拢是资源，拢是有效的物件。这物件吼，伫咧咱人生路途中出现过，伊是算讲有记忆的物件。啊，我拄仔行过的时阵，这物件讲，留落来，留落来，留落来，要若无我缀你行。真的，真的。是啊是啊，因为这伊伫咧变做这个茶的时阵吼，伊较早拢是有生命的物件。这个物件较早伊是为树啊，一个有生命形态的物件，转做这个茶，变做茶板也好，拄仔也好，伫咧咱人生路途中，做伙陪伴咱一段时间。总是讲咱这个物件用袂着啊，因为种种因素吼，变做这个工程的物件。咱即马吼，就来看卖讲，是毋是佫有一届机会，甲这个无论的茶来整做一个艺术品，继续伫咧咱人生路途中继续行安尼。好，啊无咱即马就来试看卖，看卖讲，这个物件因会当有啥物款的转变？好了。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咱今仔要创啥？咱今仔就是要甲这块茶来变做这粒果。等下，我先工商服务一下。这个牌子啊，家访，这是我家己做的一个牌子。啊，伫咧2015年，甲当拄好5岁啊。大家若是讲，感觉这个果听起来是毋是趣味？当小来烹调一下。伊嘛有一个算分配区哦，叫做做伙来弄果。对啦，要安怎甲这甲这变做伙？咱有手术刀。咱即马倒面咧遮机仔咧，机仔哪咧倒啊骹，倒摆倒，安尼要安切？来，安尼，搁看一下哦，安尼，咱下骹做一个物件，甲摊起来，到咱要爱的悬度，甚至讲会当编到要编咱要爱的深度。那安尼做嘛，电脑较安全，因为伊基本是芳即细，咱物件安尼撒出去。即马咱就来切咱即块。直接甲吹咯，安尼就对啊。其实因为这是算一个足简单的剪台，咱即马就这。伊这吹按了，伊就会甲叶无按，甲即块靠板叶无按了，伊就袂走啊。过来就是这，因为咱这电机啊有无？若过电，伊就开始放。咱若是紧急的时阵啊，开关拄好咧边啊，会当直接进。伫咧愈进前有无？爱先看卖，咱这边啊是毋是有啥物物件会动到的无？安全第一。好，咱即马要开始啊。若要看有骨架无，其实上紧的方式就是咱这个角尺。角尺伫咧咱木个内底吼，嘛是算一个真重要一个工具。这个角尺就足方便的，你看放在遮，这个扣咧有无？背面的时阵有无？虽然咱无看下底这个线，不过咱即马看得到这个线，搁个描一下。这叶啊一定要2支，这叶袂掉。看一下讲，咱来杀过是毋是有啥物物件会去动到？要开始啊！这个基板，伊切个有一个特色就是讲，伊的切口是足平的，嘿，还有一个骨架，或者讲咱就是讲，这个靠板有直，手莫拽，机械物件拢是直直直。
咱即摆切好啊，互大家看者，一个完成品吼。咱做好的果是生落安尼，所以讲吼，一粒果有6个面。咱来看吼，这头前较薄的，就是咱即种弄起来有声的。啊，伊这长度有无？尺半1尺。算讲吼，人的寸步落去迄落，因为这个乐器算讲，咱是用人落去，互伊有声音的人咧操作的，所以讲爱用人的寸步。吼，啊，这个部分嘛是，吼，就是1尺半。啊，这拢是一对一对，相对对，万年富贵。吼，这个部分有无？咱若讲1尺有无？袂讲1尺1尺，会讲1尺4方，1尺啊4方，四边的边吼，长度拢共款。其实吼，这一般咱即个木材行，迄拢有通买。啊，过来就讲传一块布。啊，其实吼，无讲介困难。咱咧捏的时阵，有当无可能讲一解湿水就好嚼，你会当分过落解捏。啊，先起哩的时阵，捏实的就是讲伊的擦较油，伊会当入去咱即个茶的门羹汤内底，啊茶的温度也搁伫的。即几块吼，甲即个比例共款，缩小。我是安怎我会做这个就是讲吼，阮普通是有咧开课，有咧教人安怎做果。咱这就是面帮嘛，啊这后壁空，咱要安怎处理？会当摕即种较细支的，伊空落去落，中心会较准。落落去的时阵有直无，啊空有准无安尼。落好啊了后有无？咱才会来换即落较大支的。这是原来是下感情落去落，才有法度落到遮尔水。啊，这个空吼，因为无中心，所以伊会较无圆。啊，咱时候再用粗纸甲撕压下者，会当摕一支圆的物件。定圆软的拢无要紧，圆的就好啊。安尼落去收这个圆的时阵有无？就会搁圆搁水搁紧。吼，是毋是就袂挂手啊？啊，你敢知影讲要安怎试讲这个帮仔会挂手袂挂手？你若有法度安尼？是安怎讲吼？咱即个鼓有无？隔音会当遮尔沉吼，其实就是斗即粒。即粒来讲有无？咱迄个音响喇叭有无？后壁毋是有迄支管，迄支安尼。这就是甲迄个原理差不多。伊主要是讲吼，互迄个空气啊，伫咧内底出来的速度较慢。这没哪知啊？无啦，伊这是叫做钛棒胶。钛棒胶有分1代、2代、3代，毋是讲愈新愈好，上大的差别就是讲伊咧打的速度。安尼，咱即马细粒的卡缝就做好后。好，相信吼，大家即马吼已经对卡缝这项乐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。若想要知影更较侪木工的知识，也是讲鼓要安怎弄，也是甚至讲要安怎做，欢迎报名来找我，绝对袂藏步。同尾吼，爱甲大家提醒一个物件，咱今仔日吼有用到即个电机啊，哦，这是真危险的物件哦。咧合咧比的时阵会记的，电脑先慢起来，吼，要切的时阵才插起哩。即支合大，甲物件合无大，嘛会当捏的倒换角角，伊毋但有曲角，嘛有45度角。咱伫咧做木的时阵吼，就是上重要的物件，无家私无师傅。同尾我讲台语，阮讲台语，人讲台语，人讲台语，赞。